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我哋星管家頻道，我係阿榮。嗱，今期咧嚟介紹新修嘅一套中海新城1號嘅一個二手樓，128方建築面積啊，業主依家賣價咧83萬8，接近腰斬咁滯嚇。咁呢個樓盤佢嘅一個地理位置係位於我哋肇慶新區最核心嘅一個區域啊，亦即係目前我哋所講嘅先前發展區，近住我哋保利嘅一個二期，又近住我哋嘅商務中心啊。咁啊，二期呢一邊咧，樓下所有嘅街鋪咧，基本上都開得七七八八啦。咁啊，我哋平時買菜啊，包括我哋剪髮啊、銀行啊，包括餐飲店咧，已經係就開業晒。喺呢邊行過去咧，都係2-3分鐘就到啦嚇。咁同時咧，呢一邊咧係近住嗰個肇慶新區嘅中山大學、第3附屬人民醫院、3甲醫院嘅，包括隔離嗰間國大康復醫療醫院啊，亦都係3甲級別嘅。咁啊，呢邊咧就醫療配套，包括生活配套咧係非常之成熟。喺呢邊咧有多趟嘅公交列車咧係可以直接接駁翻我哋肇慶東站，再換乘翻高鐵，可以翻我哋香港西九龍，係非常之方便嘅一個地理位置。咁你如果又想喺新區呢邊買套屋苑啊，想享受新區呢個樓下又係公園，公園又多，綠化又多，道路又大嘅一個城市居住感受，咁呢度單位咧應該係一個唔錯選擇。最緊要話住咧，佢劈咗價嘛，係咪？中海呢一邊咧，以前一直嘅定價咧係11000到13000呢個區間，咁佢所交俾我哋嘅交樓嘅一個配置咧，亦都係非常之 OK 嘅。咁首先咧，佢係雙入戶大堂嘅，呢邊係1樓入戶大堂。我哋負1樓嘅入戶大堂咧，同1樓呢個入戶大堂咧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展示面係非常之靚仔啊！即係地行車庫，咁可以講咧喺目前新區嚟講咧係比較 OK 嘅一個小區嚟嘅。咁依家咧我哋帶大家上電梯上去睇翻佢嘅一個戶型格局係點樣。咁整體嘅戶型咧，佢係屬於一個一梯兩戶嘅設計嚇。咁板樓採光各方面咧係絕對 OK 嘅。OK， 依家上到嚟我哋實地。呢隻128平方南北對流嘅大3房咧，亦都唔係第一次同大家去介紹啦嚇。咁呢個單位咧，首先上到嚟實地冇開燈嘅狀態咧係 OK， 可以接受到嘅嚇。咁啊，依家目前賣價83萬8，鋼製木紋門加智能鎖膠標。中海呢度門咧係 OK 嘅嚇，你出去換咧未必換到咁靚嘅款式啊。咁啊，同時咧入門有個鞋櫃。咁整個鞋櫃咧個收納空間咧，因為佢全新未入住過嚇，都好新淨。嗱，仲有換鞋燈啊！呢個配置係 OK 嘅係嘛？喺度換鞋都好方便嚇。收翻入去先。入門128方會有第一間房嚇。咁呢間房咧交樓標準當時係呢種木地板最佳級頂燈。咁呢間房點解會有呢啲紙皮呢？係因為當時業主驚，即係佢知道佢係攞嚟放嘅，唔係攞嚟住嘅情況下，又未有咁快過嚟住。咁啊之後呢，就攞啲紙皮，其實係咁樣嘅，封住咗佢嘅。佢只不過就係依家紙皮軟咗之後揼咗落嚟，咁樣有效咁避免啲陽光呢曬到入嚟房間避免佢即係長時間嘅暴曬嚇會。即係成間屋嗰啲木地板橋會殘舊嚇，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處理方式。入到嚟客廳呢邊呢，就係4米嘅開間鋪咗80×80磚偏黃啲嘅一個磚嚇。整個客廳同餐廳走咗個弧形嘅吊頂4米嘅開間呢，視佢呢係絕對 OK 嘅，大嘅沙發家私呢都可以擺得落。主陽台咧就肯定樓望樓啦，中海呢啲樓咧佢屬於一個板樓設計。咁啊，同大家講翻先，佢其實呢一套單位咧咁啱就，大家見唔見啊？對面嗰度咧有個走火通道嘅位置嚇，佢係連接翻咧隔離嗰棟同呢一棟嘅之間嘅位置有個走火通道。咁呢邊咧佢就係走火通道嘅下一層嚇。咁呢個陽台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唔算話特別大嚇。但係咧，佢呢度咧有個可能攝影師做嘅特寫，有個陽台櫃嘅不過唔知影唔影到嚇。有陽台櫃，啲客話：點解會咁樣封住佢？都係為咗避免啲太陽曬落嚟，因為佢知道會長時間冇人居住嘛。
咁呢邊呢，仲有我哋嘅餐廳，餐廳嘅開間尺寸呢係3米嘅。呢個餐廳呢比較闊落，倒台圓腿大嘅一個餐腿都擺得落嚇，而且呢支持做餐邊櫃嘅。旁邊過嚟呢就係我哋嘅廚房啦。當時嘅交樓標準，涼霸抽油煙機、爐灶、消毒碗櫃全部有晒。咁仲當然啦，佢當時呢仲有呢啲水龍頭包括我哋嘅叫做洗碗機方太嘅洗碗機，幾 OK 嘅。當時嘅配置交標呢邊呢就可以放翻雙門冰箱位置啦。好啦，咁我哋再睇翻房間先，兩間房，兩個衛生間先睇呢邊啦。公共衛生間呢會細啲啲，咁後邊呢度呢隱藏咗我哋嘅淋浴區。咁基本上個馬桶包括我哋嘅一個排氣扇全部有晒啦。呢間房亦都係可以擺到米半床加衣櫃3邊落床位置。咁其實佢整體個空間呢亦都係非常之 OK 嘅嚇。真正嘅全新未入住，啱先你睇廚房就知道啦。咁呢個業主呢，只可以講佢係真係識保存呢套屋苑嚇。全部嘅窗佢當時都用呢啲紙皮封咗佢，唔俾啲光曬入嚟。咁依家呢，目前我阿榮喺現場睇到啲房間啲木地板呢，佢係暫時未有俾陽光暴曬變色嘅一個跡象嚇。咁呢間主人房亦都係超級大，因為128方確實做3房嚟講呢，佢會偏大啲啲啊。衣櫃包括梳妝台呢間房絕對擺得落。咁房間嘅衛生間大家可以見到，亦都係幾唔錯，係咪？全面嘅鏡櫃。咁啱先忘記咗同大家介紹個生活陽台嚇，依家同大家出去睇睇。佢個生活陽台呢一邊呢，偏長型嘅，過嚟到呢邊可以預留咗洗衣機同埋我哋嘅一個叫做熱水器嘅位置。咁依家望翻去後邊生活陽台呢，都係望翻我哋嘅小區樂園景觀。呢邊可以望到啲喜來登喎。透過保利嗰邊嘅位置望到啲喜來登。呢個單位83萬8， 128方建築面積，都係6000零蚊嘅單價，帶埋精裝修業主已經係接近腰斬嘅價放俾大家㗎啦。有興趣嘅想配套成熟啲又想住新區，又想買啲當時所講嘅豪裝交標嘅戶型嘅，咁就 WhatsApp 到我哋星管家嚟到現場實地考察一下。咁當然啦，你手頭上有啲1手2手嘅房源或者出租放盤嘅，都可以揾到我哋星管家免費幫你去宣傳嘅。請關注我哋星管家，我哋下期再見，拜拜。